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領華嘅導遊珊珊啊。大家想去西藏但又怕嗰個高原反應嘅話呢，我哋接落嚟介紹嘅呢條金蘭同埋四川聯遊嘅話呢，就係最好嘅選擇啦。呢度呢，有比西藏更溫柔嘅美景，有全世界最大嘅藏傳佛學院，仲有國家地理都讚歎嘅扎那納。今日就帶大家去行翻一轉我哋呢個8日嘅循環線路。第二日嘅話呢，就係闖入我哋個金家秘境，8個古城呢，好似遺忘嘅星盤咁，白蛇岩陡峭到呢，令人心跳加速。而扎那納我帶團咁多年，每次都俾震撼到。石峰環抱住村莊，晨霧好似沙咁飄喺半山腰，企喺呢度只係想靜靜嘅撳快門。嚟到第4日嘅花湖。木棧道延伸到個水中央，雲同湖之間都分唔清個邊界。黑警鵝喺身邊飛過，好似行入電影入邊。阿曼倉個濕地咧，中國最美濕地嘅第1名。條線路咧就草原、黃河、紅屋頂，好似童話般。第5日嘅話咧，就嚟到我哋行程嘅高潮點，就係我哋嘅色達。色達個位置咧，就幾千間紅彤彤嘅木屋咧，就鋪滿晒成個新谷，跟住由山頂望落去，好似一片紅色海洋。然後團友去到都會覺得震撼到講唔出聲嘅。第7日咧，嚟到我哋嘅龍目寺啦，白龍江分開甘肅同埋一個四川，咁呢個位置就叫做東方小瑞士，比瑞士又多咗啲藏地靈氣喎。呢條線路嘅話呢，就係全包門票，冇購物冇自費，舒舒服服坐住2+1嘅頭等艙巴士，將我哋金蘭同埋色達嘅極致風光都行過一次。如果你係想要有一趟咧係可以寧心靜落嚟嘅旅行，跟住我哋領華，我哋路上見啦，下一團等你喎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